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一个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咱今仔日呢，即要来介绍第3章。介绍呢，当然是迄一寡原话遐生理人有赚到钱呢，因所带因所过的生活有关残垣厝体，伊是安尼写的哦。伊讲大厝9包5，三落120门这句呢是名句哦。咱讲恁兜大家伙呢，大厝9包5，三落120门，什么意思呢？就讲恁的厝足大间啦，大什么程度？9包5啦。什么叫9包5？就是大家庭、大间厝体，中呢有5栋厝，正新啦。两边呢搁起9间春秋9间厝甲围起来，这叫做大厝，9间包5间就对啦。这个是正新，这是户龄。三落120门呢，三落厝总共有120个门窗啦，看有大无啦，有济无啦。这指什么呢？指大家庭、大间的厝体好野人啦。再过来呢，讲堂间内底呢有堂间兼7层，大客兼花园。这堂间当然就讲有堂间啦，有囥堂的所在，有囥车的所在，这拢是日常生活爱用的哦。但是呢，因坐到有迄仓库就对啦，讲有堂间有7层这其实凡是伊嘛咧做生意用的啦。大客兼花园这内底足济这个骹手所以当然啦，伊爱有正人呢。逐日的生活上一定爱用今仔话来讲叫做便所以前呢较无这人讲叫做西客用今仔讲公共便所就对啦。讲正人用的西客还有啥物呢？还有后花园就是讲拢有就对啦堂间兼7层，大客兼花园，还有后花园讲大客兼花园花园内底有哪？有池台、水阁、土楼兼石垣。有池台，有水上的戏台、楼阁有土楼还有那兼石垣、兼排便食咧食哪呢？讲3餐5味4撇1碗汤，3顿料理的呢，迄滋味当有啦5味什么呢？有咸的啦，有甘的啦，有咸的啦，有酸的啦，有苦味的啦苦瓜就是苦味嘛讲3顿料理的滋味当都有啦4撇1碗汤，逐顿呢差不多穿4撇菜，撇就是呢比猪较大的比盘较小的叫撇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叫做乞食做鸡啦，讲叫做无半撇，伊就无半撇菜有1碗汤，过来呢大肥鸟手7层，当然啦，嘛有人读酒7层才读手，伊要顾手嘛什么叫大肥鸟呢？迄大肥就讲迄鸟迄迄花色真水啦。迄华语来讲叫做带妹迄带贝有人读带妹迄款物件啦像迄海龟迄个物件啦所以过去呢真流行迄个物件讲什么带妹带贝迄款的物件叫大肥鸟咱才反正讲厝内迄只宝贝鸟拢食饱拢伫遐咧收7层呢，我7层过好呢。金丝狗我有金门的发金门的像我看起来像我狮的迄款形体金丝狗那收后门厝内迄金丝狗就过后边门。好咱将头拄仔几句给大家复一下要复进前呢，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伊遮已经呢甲以前所的运已经无共遮拢120门兼花园兼石垣甲1碗汤收7层收后门。伊是安尼写的，讲大厝9包5，三落120门，堂间兼7层，大客兼花园，池台、水阁、土楼兼石垣，3餐5味4撇1碗汤，大肥鸟收7层，金丝狗收后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这集就讲到这，多谢。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